黑市手機全球散貨，香港變東南亞中轉站。喺美國，黑市手機好難甩手，不法分子就喺國外散貨，其中香港被用嚟做黑市手機轉手到東南亞嘅中樞點。不法商人係睇中美國同其他國家手機售價嘅差額，好似喺美國國內買部 iPhone， 如果簽2年約，機價可以低到千幾蚊港紙就有交易，部機去到國外分分鐘炒到過萬蚊啊！不法之徒就會大批買入，附帶長約價高折扣手機，等到手之後就停止付款，將手機變賣。亦都有匪徒狼死到開槍殺人搶手機，械劫手機店。美國舊年就有160萬人俾人搶咗，又或者偷咗部智能電話。匪徒會先揾黑客解鎖同 delete 晒入面嘅資料，再包裝到好似新嘅一樣，然後速遞到海外嘅貿易公司。而呢一間被指為全美最大黑市手機買賣中間人，每日不問來歷收手機，成千上萬轉售到海外。據講，連低層員工每個禮拜都賺成2萬幾港紙啊！舊年就俾執法當局破門搜查。有電信商話，黑市手機多數送到香港、杜拜、以色列、墨西哥等地散貨，就連被歐美視為恐怖分子嘅真主黨都想分一杯羹。09年費城就有真主黨成員俾美國起訴，話佢哋企圖將黑市手機運到香港同阿聯酋，幫恐怖組織賺經費。可想而知呢一嚿肥豬肉有幾咁多油水啦。